为响应世界母语日精神以及落实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，原住民族委员会于111年2月21日在花莲美伦饭店办理2022世界母语日原住民族语言附赠颁奖典礼暨发展会议。行政院长苏贞昌、原民会主委一将巴鲁尔、秀林乡长王玫瑰以及其他部落传统领袖皆一同共襄盛举。台湾之所以好，就是因为大家一起互相尊重，同时多元、多彩多姿、多态多样。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，语言就是文化的载体。没有语言，文化就断了。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表扬方式呢，让我们的族人呢，鼓励他们多说族语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目标。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绩优奖项，我想这个是大家的功劳。历年的乡长到现在所有曾经在文化课工作的伙伴，尤其是我们的编辑字典的耆老，每一个图案或是每一个教本里面的含义，都是出自于耆老的指点，而且经由他们的修正，所以在这里这个奖项是跟我们所有族人是跟大家一起分享，谢谢大家。秀林乡公所近年致力于原住民族各项事务工作，并屡获大奖，备受肯定。如2020至2021年连续2年荣获超额禁用原住民族机关特优奖，以及今年的推动族语机关奖。见本所近年针对原住民族文化、产业、就业、社福工作的重视，最后也呼吁所有的族人朋友们，语言文化的推广传承不能单靠一个行政单位的力量，这是祖先赋予每个族人的责任。在本乡近90%人口为太鲁阁族的情况下，积极推动族群事务，掌握人才，妥善运用资源及有效规划，发挥互助合作、无私无我的精神，才能有今日的成就。